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車寶鵬仔啊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嘅頻道啊。今日咧，車寶同大家推薦一個海景筍盤啦。有了解珠海嘅海景單位朋友咧都知道嘅，十字門嗰一帶咧睇海景嘅單位咧，尺價係5000到6000一尺嘅。咁車寶今日推薦呢個樓盤咧叫做華發雲洗啊。咁佢嘅尺價咧係2500到2600嘅，價錢係十字門嘅一半啊，所以話非常之筍啊。呢個樓盤咧非常多嘅一個優點啊，我個人都係比較中意呢個樓盤嘅。咁老規矩啦，我哋先講翻缺點，再講翻優點啦。嗱，缺點第一個咧就係一個樓盤咧比較細嘅，得翻2棟樓啊，所以中意大社區嘅街坊咧，呢個樓盤就唔啱你啦。第二個咧就係樓價咧比較高嘅，上車就冇咁易啦。嗱，除咗呢兩個缺點咧，我真係揾唔到呢個樓盤其他一個缺點啦。再講翻優點啦，咁華發雲洗咧佢嘅一個項目定位咧係一個高端樓盤嘅，睇海景嘅。咁樓下咧有5000方一個會所俾我哋業主去使用嘅，落樓咧就可以健身做 gym 啊、游泳啊，非常之便利嘅。同埋咧仲配備一個遊艇俱樂部啊。第二個優點咧就係咧樓盤嘅一個戶型啊，非常之實用嘅，改動性非常之大嘅。喺珠海咧，如果你中意2到3000尺嗰啲大平層啊，係樓盤係非常之少嘅。呢個樓盤咧就可以滿足到你大平層嘅一個需求啦。可以將2套或者3套打通埋嘅，做翻一個大平層。第三咧，呢個樓盤嘅位置咧係非常之優越嘅。8分鐘咧可以去到我哋嘅拱北口岸啦、人工島啊，交通上亦非常之便利啊，個零鐘翻到香港嗰邊噶啦。落樓咧就可以坐船翻到香港嘅中港城，1個鐘就翻到去啦。每日10幾個班次嘅，交通非常便利啊。唔中意咧揸車過嚟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選擇坐船過嚟嘅。而且落樓咧就可以行情侶路啊，食完飯散下步，吹下海風，住喺呢度真係舒服噶。第四個優點咧就係項目咧由我哋珠海嘅華發集團開發嘅。眾所周知啦，華發集團咧係珠海嘅龍頭企業嘅，1/3嘅項目都係華發去開發嘅。咁華發開發嘅所有項目咧，口碑得到本地客戶啊一致嘅認可啊。今日推薦呢個樓盤咧叫做華發雲洗啊。佢嘅景觀係真係冇得彈㗎，正南向冇遮擋望海景嘅，每個窗都有海景睇嘅。中意呢個海景單位嘅街坊可以揾翻車寶攞詳細資料。想過嚟現場了解嘅街坊，亦都可以聯繫翻車寶公司，有專車過到香港接你過嚟現場了解翻嘅，全程免費，睇樓好方便㗎。咁今期嘅節目就講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